尾分局伫过年时接到情报，讲有职业交警利用过年的是伫好尾镇来活动，因为安尼马上成立专案小组，经过搜证调查了后，伫七月透早5点去抓人。经过多日的跟监埋伏确认这个赌场以废弃的工厂为掩护，我们在7号申请所有票获准。这摆行动抓到开交警的姓科的负责人甲相关的人员，以及有21位交客，并且抄到108万的现金。既有查获许姓负责人以及记账、核关，还有把风等工作人员。那另外还有赌客21人。现场有查获抽头金5万，以及共同赌资103万。警方呼吁民众，跋筊是害人害己，千万唔通替家己的未来滚酸笑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